Rain 咧喺香港站過唱第2場嘅時候就跌咗落個舞台機關嗰度整親隻左手啦。咁咧就有人話佢咧係跌到呢個手骨爆裂㗎。咁其實阿 Rain 咧就冇跌斷手，不過傷勢都唔輕㗎。因為咧佢出席呢個慶功宴嘅時候咧，佢仲用呢個3個巾包紮住隻手㗎噃。但係呢樣嘢咧就完全冇影響到阿 Rain 咧喺台上面嘅表現啦。我見到佢唱歌嗰陣咧，仍然係好犀利喺度勁歌熱舞㗎。如果阿 Rain 咧唔係包住隻手嘅話咧，完全係睇唔出佢受傷㗎。嗱，呢啲咧就係叫做一個演員咧同埋一個舞蹈員或者一個歌星嘅專業精神啦。眨下眼，阿 Rain 喺香港嘅6日行程已經到達尾聲。喺舉行過1連3場演唱會之後嘅第2日，阿 Rain 又要為佢嘅世界巡迴演唱會繼續上路啦。呢日一班依依不捨嘅歌迷帶齊精緻嘅燈牌同印有阿 Rain 個樣嘅紙線喺機場送阿 Rain 機。由阿 Rain 抵港嗰日直至佢走，呢一班歌迷都一直追隨住阿 Rain， 包括通宵排隊買飛、山長水遠去到博覽館等阿 Rain 彩排，以至係阿 Rain 去蘭桂坊慶功都等到凌晨3點幾。第2日又晨早去到機場霸位，認真奔波勞碌啊！等咗咁耐，終於都等到阿 Rain 喺保安開路之下出現。休息1晚之後嘅阿 Rain 睇嚟精神唔錯，雖然仲依然係頭戴 cap 帽，不過就已經冇戴太陽眼鏡，而佢隻左手仲依然有護踭包住，睇嚟傷勢都仲未完全康復啊！阿 Rain 入閘嘅時候都表現親切，同 fans 揮手正式告別香港。而阿 Rain 現時就會先返去首爾休息，為佢嚟緊喺新加坡嘅歌唱準備啊！韓國天王阿 Rain 嘅香港演唱會舉行到尾場，好多藝人趁最後機會嚟偷下師。呢日會場外面依然人頭湧湧，當然大部分都係阿 Rain 嘅忠實歌迷啦。不過嚟捧場嘅黃宗澤、陳山聰、司徒瑞琪同黎諾懿出現嘅時候都引起一陣小轟動，莫非幾位係嚟踩場嘅？我想睇下佢今晚會除衫啫，我想睇佢除衫多啲。我想睇你除衫我都。Bosco 做咩同袁詠儀前後腳嚟㗎？嚇，佢嚟咗咩？佢之前你唔係一場嚟睇喎。我望嗰度。你睇下我知啊。係咩？你又知？我唔知喎。因為我睇娛樂新聞台㗎嘛。我同陳山聰睇咪得啦。係一樣嘅啫。我同陳山聰睇都好開心啊。翻去覺得好唔好睇啊？我今日咪知道好唔好睇咯。你冇問咩？我有問過，但係你問咗佢咩？不過另一對緋聞男女薛凱琪同方大同就唔避忌齊齊出席睇 show 啊！其實我哋今日唔係淨係我哋兩個嘅，四人遊嚟嘅今日。哇，sell 歌係啊，四人遊係我哋嘅新嘅合唱歌，同埋我哋今日係同4個朋友一齊嚟睇嘅。其餘啲朋友仔咧喺嗰邊，咁但係因為唔係 artist 就即係做訪問，你哋都唔想睇，係啊。今日你咪特登偷師㗎？偷師啊？你係啊。學咩？係啊。我偷啊！佢話之後今年我會全部係跳舞歌咯。係咪？全部都全部係。其實最近 Fiona 同方大同合唱新歌，所以成日都見到佢哋有影街商。相反 Shine 嘅佑南呢日就竟然撇低好兄弟天佑，佑南你曳曳啦，有異性冇人性。天佑本身嚟㗎，咁但係佢突然間頭先打俾我，因為有啲嘢傾，咁跟住之後，所以佢都好想嚟，佢話幫我睇下，即係叫我幫佢睇埋咯。咁今日冇同天佑嚟啦，會唔會帶啲女伴嚟啊？有大把，我助手同埋我朋友咯，即係呢啲會有咯。喺演唱會第2場嘅時候，就發生阿 Rain 跌落台受傷嘅事件。阿 Rain 嘅香港經理人陳家英就表示，阿 Rain 嘅傷勢冇大礙，可以如期舉行最後1場演唱會。不過各位 fans 聽到消息之後，都好擔心佢嘅傷勢會唔會影響到尾場嘅盡情演出啊！不過見阿 Fi 同方大同睇完 show 嘅心情超級 hyper， 就知道阿 Rain 嘅演出有幾好睇啦。覺得係好睇嘅 production 做得好好，同埋佢都跳得好犀利，見到佢好落力咯。尤其是因為知道佢琴晚傷咗。我頭先見到佢一路睇。我想即係落雨咁樣。落雨咩？係啊。1、2、3，正啊！喂，好凍啊，好入凍啊！係點？OK 啊，簡直4個字啊，技驚四座啊！係好鬼犀利啊！4個字一定要。好靚個台，好靚。啲衫好靚，唔係成個感覺好好啊！係總之好勁，係啦。喂，學唔學到嘢先？咪學依招咯。白白係就依招最主打係白係啦。雖然阿 Rain 嘅演出就非常專業，不過據有幸深入後台見偶像一面嘅2R 同佑南表示，其實阿 Rain 隻手嘅傷勢仲未好返，佢都係忍痛上陣㗎咋。翻到即係後台見到佢都已經即係入咗去，成好痛，佢都話，咁然之後即刻綁住晒手、敷晒嘢，咁都好開心嘅咯，即係握手嗰啲咁，
我小偶像咁好開心啊！我喺後台執到呢一個，執到，係執到金啊！哎呀，千祈唔好俾啲 fans 見到，如果咪會偷咗。佢哋知我好羨慕咯喎，呢張係有咩咁特別㗎？呢個就係美金，但係阿 Rain 嘅樣咯。咁啊寫住佢嘅世界巡迴演唱會咁。咁之後去到後台睇到其實佢嘅手啦，佢骨已經係碎晒，佢係痛住，但係全場都唔覺得佢係痛咯。唔知原來佢係手痛。係啦，咁因為我覺得佢好專業咯。完成1連3晚嘅演唱會之後，阿 Rain 終於都可以鬆一口氣。早前阿 Rain 為咗演唱會要唞足精神，嚟到香港，除咗出席記招同來回博覽館彩排之外，都絕少有逛下香港嘅機會。呢一晚完成歌唱，梗係要食下大餐慰勞自己啦。阿 Rain 同工作人員就去到銅鑼灣嘅韓國料理度慶功，唔知阿 Rain 係咪開始有啲思鄉呢？大批歌迷知道阿 Rain 會喺鬧市出現，都聞風而至。餐館樓下被歌迷重重包圍，要出動到警察維持秩序啊！雖然睇見阿 Rain 隻手仲要用護踭包住，不過都無損佢去玩嘅心情啊！食完韓國大餐之後 ，Rain 就繼續轉戰蘭桂坊，體驗一下香港嘅夜生活，喺酒吧逗留到凌晨3點幾先至走啊！